啊！第一，为连当为边有康字，康字对话，多多之事，一项文之意，官路之事，理之黑呀，边的随行，在天不良，乡下边，薄凉乡，只有温天话。君子也要讲好，主话君主国强，小人讲自然语，就是讲主话主呀，路以无为得克以之家无，对话讲非无话非呀，无以关系。第三，自话有地别假现语，第四章，自话不为理之假，其顺也无，好合理在，将之竟然变的意义。第五章，主张运行，自话言相信。行不敬，为万物之当行义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为就理行学在。一节敬之参有前也，在无；一敬之义无行也，无言何行？主张事不心。第六章，自话必在思乎，当有德如是，当无德如是。君子在乎必有，当有德即是，当无德即可观的怀疑。第七章，自话口言而不恶之言之言，不可言而恶之言之言。地家不是言，也不是言。第四章，自话既是言言，我究竟以害人，以杀人以成人。第九章，主讲文为言，自话讲欲善之事，必先利之器。故事当也，自己大夫之贤者，救其之贤者。第十章，感恩文为当，自话天下之时，行温之道，学酒之量，杀之小步，抗定心，安灵人，行心言，灵人待。第一章，自话以如弯路，必有见优。第二章，自话意义好，我哋嘅好食如好食食也。第三章，自话从文中之则为食有，第六下会之贤，而不恶之也。第四章，自话将自好，而不借有人，即万万事。第五章，自话不话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我不
足之何也？意义。第六章，主话滚古重要，言不及之，化成消费，然而在。第七章，主话君子以义为志，乐以行志，顺以出志，行以行志，君子在。十八章，主话君子并无灵言，不并言之不义之也。十九章，主话君子之不事，而名不称言。二十章，主话君子有自己，小人有自言。21章，主话君子亲而不敬，管而不当。22章，主话君子不以言故言，不以言会言。23章，主讲文话，有一言而可以将心行之下好。主话知父好，知多不要，不知无形。